官爷不必再催了，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家老宅子里。不是官爷啊！老人家，我们是过路的外地商客，错过了宿头，能否在这里借宿一宿？房钱要多少，随便你开。不必给钱，我们这个村子什么都缺，缺水，缺粮食，缺人，就是不缺空房子。你随便住吧。老人家，此话怎讲？村民们都去哪儿了？我们这个村子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旱灾，村里只剩下一口老井，每晚能渗出一点点水来。但凡有点办法的，都出去投亲靠友了；没亲没友但还迈得动腿的，也都到外面去行乞逃生去了。哎呀，只有我这等老弱病残在这儿等死。可是官家还逼得我们……快，保护主子！这两个人好生眼熟，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主子，这两个就是那日在客栈里调戏世淑姑娘的人，其中那个领头的把总还被主子教训过。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哦。干什么？我问你干什么？杨婆子，我还正纳闷呢，就凭你不敢抗命啊？原来是有这么一门富贵亲戚。裘老板，你可别牵连无辜，老妇哪儿来的这等富贵亲戚？他们都是过路的客商，在我家借住一宿，明天就得赶路的。路过的客商，让我瞧瞧。哎，咱们是见过的是吧？啊？哟，姑娘，你也在这儿呢，真是缘分呐！你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是在客栈喝醉了闹事，他就是被我教训的那个。哎呀，羞死人了！原来你还是个朝廷命官啊！那日你当众调戏我家的丫鬟，就已经失了体统。你还追到这个村子里，没完没了了是吗？你老杨，咱们今天来办正事儿的，你还穿着官服，收敛一点。也对，老子懒得理这些外乡人。几位，老子是来办公差的啊！杨婆子，怎么着？今儿个你是搬呢，还是不搬呢？不搬，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。你敢公然抗命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老人家，你是不是将房子作价卖给了他们？卖给他们？客官，这房子是老夫夫家留下来的祖产，房子后面还有几亩良田，老夫家祖孙几代人就靠这点良田生活。如今虽然不幸遭遇了旱灾，可老夫也舍不得变卖这个祖产呐。这个裘老板仗着官府里有人，随便给了仨瓜俩枣碎银，就要强行圈走咱们整村的房田地呀！你闭嘴！老不死，裘老板给你安置费已经是大发慈悲了，你还敢在这里计较或多或少的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捆了你？行了行了，杨婆子，圈里的文书是巡抚衙门发的，你向几个过路的客商诉苦，有用吗？可是在下听说，顺治爷曾下过明诏，废止圈地。几位是读书人吧？啊，哼，看着就像，带着那么一股子迂腐劲儿。古往今来，这皇帝总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但谁曾见过哪个王子犯法真与庶民同罪？就算是在皇城根底下，
那些王公大臣不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圈地吗？皇上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几位是过路的客商，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。听清楚了吗，老太婆？明日一早，我就带人来这里破土强拆。届时你还没搬走的话，那我就把你埋在这破房子里。老夫就在这儿等着你们，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老宅子里面。哼！巡抚衙门令，凡是胆敢公开对抗官府者，皆按谋反论处，格杀勿论。所以今天老子就是杀了你，也是在执行公务。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搬还是不搬？不搬。那明白了。你既然铁了心不搬了，那也好。那你今天晚上就吃得饱饱的，免得明天做个饿死鬼啊！呸！看什么看？小心我把你双眼给挖出来！哟，瞧，富商家的丫鬟都不一样，脾气这么大，挖我眼珠子？来，挖！告辞。主子，这几个混账东西不给他们点教训啊！这些都是虾兵蟹将，没用的。老人家，再多吃点吧。不瞒你们说，我都半个月没见米香了。不怕你们见笑，我都喝了5碗了。老人家，听说这山西旱情已经惊动了朝廷，朝廷也已经拨了大批的赈灾物资，你们都没有分到吗？赈灾物资？哎呦，咱老百姓连1粒米都没见到过，一点都没有分到，1颗米粒都没见到过。老人家，我看你这儿冷锅冷灶的也有一段时日了吧？不是圈地有安置费吗？为何不拿这些安置费去买些粮食啊？别提安置费了，姑娘啊，不瞒你们说，就我们这样的地，按理来说，好歹1亩也值4、5两银子，可是上面他们只肯给1两啊，而且层层盘剥下来，有些关系的、运气好的，也只能拿到几钱呢。像我这样的老不死，就只能拿几个铜板。老人家，这圈地一事已经违反了朝廷的政令，你们为何不上告啊？告？去哪儿告啊？老夫的儿子先去县衙告状，被他们拉了出去，一顿毒打，还给他胡编了一个什么罪，被他们连打带吐。回来以后，连伤带气的，没多久就扔下老夫去了。老夫的孙子不服气，借了些钱去太原府鸣冤，也被巡抚大人当盗贼发配关外，至今未归，一去不回，还怎么告啊？还有这等事？这山高皇帝远的，这圈地的人可是个通天的人。通天是当朝的大红人鳌拜，你知道吧？听说过。山西巡抚刘德昭，他就是鳌拜的门生，还有那个圈地的裘老板，他就是刘德昭继娶的夫人的小舅子。您说还到哪儿去告啊？可是听说鳌拜不都已经被皇上给查办了吗？你知道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！鳌拜这些年提拔了多少门生亲信，他们都大权在握，盘根错节，连皇帝都忌惮他3分。不然为何
皇上就只把鳌拜圈禁了呢。这官场上的事儿说不清，万一哪一天鳌拜东山再起，可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主子，今天的见闻全都记下了。你小心收好，等我回京了之后，就一桩一件的查，一个一个的办。主子，消消气，今天晚饭都没有吃，保重龙体要紧啊。坐吧。是。这所见所闻，我还怎么吃得下？顺着朝就已经下的禁令，到现在还有令不止，让许多百姓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还敢鲸吞朝廷的赈灾粮款。你爹爹的密奏，所言非虚啊。主子，那咱们可得小心了。听说这山西官场，鳌拜残存的势力不可小觑，他们掌握的地方官兵足有上万。万一他们知道了主子在微服私访，起了歹心，可了不得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只能暂且忍着了。可是，他们明早就要来强拆了，这些百姓们该怎么办？那个叫杨八狗的，还有刘德昭新老婆的那个小舅子裘贵吧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角色。如果咱们一走，那几户宁死不搬的村民不得被他们活活给弄死啊？不会吧？这村子里还有几户人家，10几口人，我不相信他们敢全都杀了。主子还别不信，我在山东行医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，也是有几户村民不肯搬迁，那圈地的是鳌拜府上管家的表弟，直接派人在半夜里放了火，却推说是他们自己不慎烧了房子。那几户家人当中，有几个性子烈的，想要上京告御状，却在半路上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歹人给杀了，案件至今未破。老奴老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那不搬的一家5口被灭门，却推说是得了瘟疫，其余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。那怎么办呀？咱们可得救救他们呀，不然咱们走了，这些老百姓不得被那些豺狼给吃了？可现在书见伤势危急，我必须尽快赶过去看一看，听他详细汇报山西官场的情况。只有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才能把这些豺狼一网打尽。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这些豺狼把人给吃了吗？哎，师叔姑娘，现在主子的安危是最重要的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主子您的身份是万万不可暴露的。这样吧，待会儿我们进村查一下，然后再做打算。这，哎，主子，您瞧，那户人家好像有人哎，你听，他们好像刚生完孩子。只可惜，明天一早就得拖家带口背井离乡。可怜的孩子。搜通，奴才在。把这个珠子送给他们的孩子，顺便打听一下他们家的情况。这。一欢呢？刚刚还在我身后呢。这丫头又乱跑。哎，我明明听到有人求救的呀！救命啊！快走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干什么呢你们？当兵的居然强抢民女啊！嘿呦，瞧这小脸够水灵啊！要不一起带回去吧？舅老爷见了一定喜欢。没事吧？他们都追上来了。天哪，她怎么长得这么像徐姐姐？难道这舒婉欣逃跑1个月了，我们也想不明白她没有报官的原因。
但是，他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去找他父亲书剑了。哎呀，此处离太原府不远了。难道她就是从明珠谷逃出来的舒婉欣？可是她一个弱女子，为何不报官，却要独自千里迢迢逃回老家呢？花儿，易欢，花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易欢，来，姑娘，咱们躲这儿。快点，就这儿啊！快！哎，姑娘，没事吧，姑娘？易欢，花儿，易欢。屋里好像有欢妹的呼吸声，但似乎还有另一个微弱的呼吸声。欢妹竟然没有发声，定是事出有因，不便现身。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这丫头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。易欢，没事吧？你脸白成这样，是不是特别饿啊？来，姑娘，吃吧。啊，谢谢。明明已经饿得不行了，还尽量注意吃相，不肯狼吞虎咽。看来应该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。谢谢女侠仗义相救，谢谢女侠。别，太客气了。姑娘，我看你也不像这个村里的人，你为何一个人啊？你从哪儿来啊？要去哪儿啊？小女子本是山西太原府人士，途经此处，看到一处空的房屋，本打算暂借一宿，谁想到我刚住进去，就有2个官兵闯了进来，说我强占民宅，要抓我去见官。幸得女侠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感激不尽。嗨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女侠，我跟你一样，是途经此地的过客。你我相遇也算是缘分，不如互相留个姓名，他日江湖再见的时候也是朋友了。我叫易欢，你呢？哦，是易女侠。易女侠武艺高强，又仗义助人。小女子能够结识易女侠，是小女子的荣幸。嗨，小女子的贱名不足为道，只是我这出门在外，身上的盘缠没有带足。易女侠家住何处啊？小女子平安回家之后，一定备下薄礼，登门致谢。口风倒是挺紧的，不肯说自己的姓名，反倒盘问起我来了。谢就不必了。我看咱俩年龄相仿，我是顺治12年5月初4生的，不知道该管你叫姐姐还是妹妹啊？小女子出生于顺治11年3月初8，可不就是舒婉欣的生辰？那你比我大，我应该叫你姐姐。姐姐，你一个人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也没个伴儿陪你啊。2个月前，家父把我献给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，那个男人要在很多姑娘当中挑选妾室，我是备选之一。没想到我还没有到那个男人家，就阴差阳错被人劫走了，直到近日我才侥幸逃出来。这个有权有势的男人指的应该就是龙小弟了。还有此等事情啊？那你逃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去报官啊？你现在难道要去找那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未曾去报官，是因为
那些劫走我的人固然可恶，但是我不恨他们，反而心存感激。为什么呀？家父把我献给那个有权有势的男人做妾，并非出于他的本意，实在是那个男人太有权势，家父不敢违逆。因此，我在心里早已发了誓：若被那男人选中为妾，那我便以死明志。其实那个男人有权有势，也是个不错的归宿啊。你宁死不从，莫非？我看你戴的这块玉应该是鸳鸯玉吧？你戴的这块是雄的，那雌的那块，莫非姐姐已经有心上人了？啊，那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从劫匪那儿逃了以后不去报官，你现在是想去找你心上人啊？实不相瞒，我自幼丧母，和爹爹相依为命。我是真的想在我出走之前，悄悄回一趟家，去看看家父最后一面。他说去看家父最后一面，然后就私奔。那如果他发现他爹快死了，那他肯定就忍不住露面了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这院里有人！嘘，一群窝囊废，这事儿还得麻烦我。行了行了，想不到这姓杨的居然能听出我们的呼吸声，那我肯定应付不了，不如叫救命吧。不行啊，要是这样就惊动了龙小弟和索额图，那就更糟了。姐姐，我们躲到那边去吧。走。好。快。怎么了？这边，快走，跟上。这边，那边，追！站住！这一关到底跑哪儿去了？站住！姐姐，站住！姐姐，没事吧？别动，别动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，来啊，拿下带走。是。等会儿，你不是？哎，老杨，哎，啊，这丫头不是跟那几个富商在一起的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总觉得那几个富商没那么简单。找另外一个，这个不说，免得节外生枝啊。也行。啊，兄弟们，把这个带走。是。快走！不行，姐姐，后面，姐姐，快走！李翔，快点！姐姐，姐姐，别喊了，现在没人能救得了你。那边有好多人声，去看看。好，老实点儿，走。小妮子，没看出来还是个练家子。之前是不是把我的兵给打了？你脾气还真是烈呀！不过爷就喜欢骑烈马。之前你不是说要来挖我的眼珠子吗？现在看来，只能是爷挖你的肉了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你们别乱来，我可是朝廷命官。主子，他敢轻薄一环，死有余辜。你见杀了他已经便宜他了。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自动手杀人。杀害朝廷命官可是大罪，这样一来，
很容易暴露身份。杀了就杀了，想办法善后。这3更半夜的，你到处跑什么呀？喊你也不应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啊？我是晚上没吃饱饭，本来想看看村里有没有什么鸡，填饱一下肚子，结果找了一圈没有，就遇上这个坏蛋了。饿死鬼投胎啊！天天就想着吃，除了吃你还能知道什么呀？我还知道饿。你看看你这个妹妹，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？陈妹从小生活艰苦，所以一有机会就惦记那张嘴，让主子见笑了。我知道，你们曾经都吃了不少苦，但现在跟了我，会保你们一世荣华富贵，再不受半点苦头。谢主子恩典。主子，光让我们2个不受苦也不行啊，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才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，我的老大虽然贪吃，但不贪心，更不自私，心里边天天装着天下百姓，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！主子，主子，这怎么回事？不必慌张，先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吧。这，来人呐，把他拖下去。这，快！主子，那个杨八总的尸体，我已经在外面埋好了，同时奴才安排了人手守住了各个路口，现在连只苍蝇也不会再飞进来了。办得好。对了，再有人来打探消息的话，先不要杀掉，悄悄把他们拿下，找一个地方关押起来，到时候他们也是人证之一。这，还有，这村子里边剩下5户人家11口人，但他们全都是老弱病残。左土，挑几个可靠的人去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地，务必在天亮之前把他们全部转移。这，哦对了，他们都是老弱病残，就把我那辆马车拨给他们。这，马三，我们走。这，咱们也都准备一下，天一亮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院子。主子，这才3更天，你先回屋休息吧，等我们收拾好了以后再叫你出来。好，明儿再赶1天的路就能见到书剑了，到时候肯定有很多事情要等着我处理，所以啊，我是应该好好养养神了。那我给您点一炉安魂香吧，不然你睡不好又该胡思乱想了。不容易啊，会体贴人了啊。主子睡着了。去的睡不着，闻了你一个什么香，马上就睡着了。你说，你到底给主子闻的是什么香？就是普通的安魂香，您放心吧，对身体无害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叔父，我怎么可能骗您啊？哎呦，你就不要再叫我叔父了，好不好？咱们最好是永远都不要认亲。哎呦，易欢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对主子有什么不好的心思，更不能想着要去害他。否则连我都活不了了。哪有？我怎么可能害我的龙小弟呢？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害我的龙小弟的。你说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伺候过3个主子，咱们现在的主子是最好最好的一个。哎，
你不是说过要为什么？要为天下苍生、黎民百姓着想？哎，是不是这么说呀？那你就更不要想着使什么坏心思，更不能害了主子，也不能连累我。哦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帮着鳌拜给皇上一直下毒。那不也是迫不得已吗？再说鳌拜呀，也没有想害了主子，给主子下的药呢，主要是想扰乱他的心神，让他不能理朝政。可你们……哎呀，我们要想害他，在宫里早就害他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叔父，你就放120个心吧。说好了啊。我给康熙下的安魂香的分量很轻的，索额图在安排村民，很快就会回来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你能确定那姑娘就是舒婉心吗？我看看。当然了，我生辰都对了，错不了。幸好她被刘德昭的小舅子给抢走了，否则被索额图发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可他现在落在恶霸手里，不定后果怎么样呢？咱们得去救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想着去救舒婉心，怎么敌友不分呢？六师傅，他不是咱们的敌人，他是无辜的。他威胁到咱们的大业，那就是我们的敌人。可是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六师傅。怎么不对了？我们替先帝报仇，光复大明，那才是大是大非。这些小事情根本就不用计较。六师傅，易欢说的没错，舒婉心必须得救。他从明珠谷逃出来以后，一直没有报官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是想着悄悄和自己的心上人私奔。但眼下他落在了刘德昭小舅子手里，为了自保，他很有可能说出自己的身份。刘德昭知道真相后，必定会上报朝廷。那样的话，倾城的身份也会暴露。可我们眼下怎么救呢？我们一不熟悉路线，又不知道他们把人抢到了何处，而且这天就要亮了，实在是来不及啊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装病，留下来和那些村民一起去休养。等你们走之后，我就会悄悄地去找舒婉心。如果他没有暴露身份的话，那我就会把他救出来，并把他送到明珠谷。倘若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那我只能杀了他，和所有知情的人一绝后患。六师傅，你不能这样！如果这样滥杀无辜的话，跟当年清军杀无辜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啊？欢儿，你怎么跟六师傅说话呢？师傅，你别生气啊，一欢他就是这样，说话不知轻重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如果这个舒婉心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那六师傅就把那些知情人士杀了，留舒婉心一条命，把她送回明珠谷就是了。是啊，六师傅，那些狗仗人势的东西本来就死有余辜，杀了也算是替天行道。但是舒婉心是无辜的，我们不能伤害她。既然太子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就这么决定吧。谢谢六师傅。这雪嬷嬷昨晚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病了？其实昨天白日里，雪嬷嬷就有些不舒服，她只是在硬撑着，没敢禀报主子。臣妾已经拜托那些村民照顾她，想来养上几日也就没事了。只是她这一病啊，你就没人伺候。主子能够恩准臣妾出宫省亲，已经是对臣妾格外开恩了。这些小事情，臣妾自能克服。还是你省心，不像某些人，就知道给我添乱。
左图派人送来了密奏，说皇上已经进了山西境内，应该很快就能悄悄地见到书剑了。这是皇上第一次微服出京，只愿皇上能托皇祖母的福，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就好。玄烨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，他若是只在紫禁城的方寸之间长大，他怎么能够管好这万里江山？让他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啊。纵然会有一些波折意外，但皇上乃天子之命，也必定能化险为夷。皇后不必太过担忧。妾身别的倒不担忧，只是不放心这李氏兄妹二人。你放心吧，哀家再三的嘱咐索图和李德福，让他们盯牢了李氏兄妹。况且李氏兄妹若要真的有图谋不轨，那在这宫里头早就应该下手了。既然他们没有异常举动，就说明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暗害皇上。此次山西之行也能让皇上和我们大家都能看清楚，这李氏兄妹值不值得信任。官儿啊，杨八总找着了，找着了。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，先拖出去给我打50军棍。此风不可长啊！居然敢不声不响的玩失踪，这以后这对我还怎么办？还军什么棍呢？人是找着了，在一棵杨树底下埋着呢。死了，死了。肋骨断了几根，而且被一箭穿心。我纳闷呢，淮阳村的10几个村民没这个能耐啊，除非是那几个外地来的客商，他们带了一群保镖，而且个个身手不凡。二公子，这钦差大人迟迟不来，难道咱们就一直在这傻等吗？时常有人在皇上面前进谗，说我们平西王府的人居功自傲，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眼下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皇上又特命钦差来此查案，我等自然应该恭敬些，以免落人口实才是。二公子，如此维护平西王府的声誉，若是让王爷知道了，一定会非常欣慰的。我只是在做我的分内之事，我父王知不知道，都不重要。所以说，王爷的这几个儿子里，就属二公子最为人后。吴公子，钦差大人还没有来吗？应该快了吧？那我们兄妹二人可需要回避一下。那倒不必，二位都是我吴应期的朋友，刻意回避当然不需要。但是如果二位不习惯接待朝廷要员的一些繁文缛节，当然也可便宜行事。待我事情处理完毕之后，再与二位一同上京。那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如我们就留在自己房里吧。也好，那就随姑娘的意。秋贵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杨把总是被这几个客商所杀？要我看，不但杨把总是被他们杀的，连那10几个失踪的淮阳村民，也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老爷，我看这几个客商身份可疑。在那边追！奇怪，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，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如影随形？难道是我们之中有内奸？不可能啊！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8旗子弟，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，没有人了。希望如此吧，可能是他们派的暗哨太多了，一直在追踪我们。
的，你居然会功夫！奴才已查看了竹林，没有发现敌人。好，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你把船推走干嘛呀？这样你哥哥要是甩了追兵以后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龙小弟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你说你把船放在这不推走，那敌人追上了，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？真是。哦，哎，你会不会水啊？不会啊，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，从来没下过水。那你还当什么真龙天子啊？你当哈鸭子算了。这点我哥哥就比你强多了。我哥哥不仅精通水性，他呀可以一口气憋在水里好长时间都不浮上来的。哎，可是你哥哥一个人会水也没用啊，他还得护着婉心，那怎么从河对岸游过来？我哥哥怎么可能带着丽嫔娘娘下水啊？我哥可厉害了，他会很多本事，只要给他半个时辰，那河边这些树木啊，就可以让他弄下来做一个木筏，直接带着丽嫔娘娘就可以划过来了。再说了，他过来以后看不到船，他也能想办法找到我们。我哥哥就是有这样的本事。以前啊，我还挺自负的，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，现在才知道，这世上人才太多。只是我很幸运，若你哥哥做了皇帝，未必比我差。哎呀，龙小弟，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，知道吗？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，我开个绝无妨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咱们赶紧进树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老大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，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。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我怕有埋伏啊！你以为你真是龙啊？能腾云驾雾啊？老说我武功差，武功差，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？有埋伏！主子，你们先走。走。重的跟猪似的，累死我了你！好险啊！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？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吧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你个笨蛋，准是吸了毒烟了。哎呀！
陆小弟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老大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做什么梦了？我梦到有一个美人在亲我。不正经，一醒来就不正经，是不是？老大，我呼吸过来。你又怎么了？这装的还是真的呀？哎，你别吓我，陆小弟！陆小弟！陆小弟！心中细流。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老大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很难受。你再给我做一下。做。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？陆小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陆小弟，陆小弟，陆小弟，醒醒啊！陆小弟！倾城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等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我再给你疗伤。我没事，辛苦你了。你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今天若不是你，我就危险了。只要能真的帮到你，就算让我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知道，你几次留下来不肯随康熙走，都是为了我。其实你不用担心我，那些官兵对我来说，不过是清廷养的酒囊饭袋，根本就奈何不了我。大师兄，若是放到平时，我自是不担心。可是这回你从刘德昭的府上救了孟祥和以后，连续恶战了几天几夜都没有休息，万一稍有闪失，出了意外怎么办？你还知道为我担心，可另一个人呢，只知道为别人担心。大师兄，你别伤心，小师妹不是不担心你，只是在她心中啊，你这个猪哥哥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，根本不需要她担心啊。臭死了！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哪是龙啊？你就是一头猪！你才是猪呢！割到石子儿了！你干什么？要弑君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累成这样，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？不是，我哪儿装昏迷了？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。得了吧，你刚刚明明是醒的。不是，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，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，我正想下来的，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，我就想听一下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被我发现了以后，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。恶人先告状啊！行，我躲开行了吧？别，老大，你不是。你别生气啊！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？不是，老大，我这屁股坏了，我追不上你。老大，不是，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时候，不是，老大，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。走开！快走！二位，快走啊！越来就走。酒足饭饱，好幸福啊！不过。我大哥跟丽嫔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以你大哥的本事啊，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嫔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？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，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。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，那当然最好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
大师兄，不是那儿，是这里。啊，怎么了？大师兄，现在啊，你是大夫，我是伤者，治伤的时候不用拘于男女之礼。来，我们这一路上，自离了太原，就遭到吴三桂、刘德昭2路人马的追杀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和计划了如指掌？对，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。很有可能，我估计应该是康熙的侍卫里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。也可能是吴三桂的人，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点水。钱呀！哎，老大，付账啊！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。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啦。哎，二位，你们谁付账啊？不是，那个掌柜啊，我们呢原本是有钱的，但是一不小心钱丢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赖账的都这么说，我见得多了。掌柜的，我没有想赖账，我们呢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，然后我们……哎呦，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，一会儿说丢了，这出来想混神儿，先把谎撒圆了再说。这真没撒谎，是谁撒谎了？真是吃了熊拳豹子胆了！哟，哦，摆个臭架子吓唬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撒谎，那好，饭钱付了。哎，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，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，对吧？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，的确是这个理儿。不是，这掌柜的，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。那你给钱，快把钱给了啊！老大，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，回头我给你买几个玉。不可能！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那日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，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，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，不能给你。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，我给你送10倍啊，不对，我给你100倍。哎呦，呸！还10倍100倍，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。你撒着谎，小孩都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。你别说10倍100倍了，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。掌柜，你醒醒好吧，好吧，回头真有重赏，还有重赏啊！哎呦嘿，我可等不及重赏了，我先赏你。小二，哟，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谁？他们俩，给我捆了，送衙门。站住！一般遇到这种情形，
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想不到我堂堂大清皇帝，居然沦落到付不起饭钱，还被市井小民追着满街跑。啊！行不行啊？这才一会儿扎了10几下了。你嫌弃我啊？这还是我第一次拿针线呢，以前都没有过。这么说，你是把第一次给我了？当然了。哦。你堂堂大清皇帝怎么能调戏良家女子呢？烦死了！别着急啊，第一次慢慢来。啊！听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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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见！老大，这次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好好的珍藏起来。至于吗？不就缝的差了一点吗？你还存起来，好随时嘲笑我是吧？老大，我是跟你说认真的。我贵为天子，却被自己提拔的官员追得如此狼狈。这次出巡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，所以我要收藏好这一件衣服，好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好皇帝。我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、提拔监督官员的制度，这样天下才能太平。说得好，龙小弟。哎呀，也不枉我昨天帮你缝衣服扎破手指了。老大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去哪儿找吃的呀？距离昨天咱们吃的那个霸王餐已经12个时辰了，我前胸都贴后背了。放心吧，有老大在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。走。哎，老大，你要不饿的话，你陪我。老大，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富商啊，他母亲这个月过80大寿，所以准备在这儿施粥半个月呢。哦，老大，你不让我去当叫花子吧？不当叫花子当什么？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！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，就咱俩这3脚猫的功夫，打又打不过人家，身无分文，怎么逃啊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想要脸面，还是想要命啊？那还是要命吧。找着了，找着了！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。谁认识你啊？走吧。挤什么挤啊？明明是你挤我了，我挤你怎么了？我比你爹岁数还大，就你这样子，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抢一碗稀粥，你知羞不知羞啊你？毛蛋，再来一碗。没了啊！回去吧啊！没了。啊，没了啊！今天都没了。没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哟，后生，你来晚了，这都没了。等一下。给。我说小后生，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了，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，多少能沾点骨气。你不要，我要。
怎么样？好喝吗，娄小弟？就是少了点。对了，老大啊，你喝了没？我喝了，我在那边早就喝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放不下身份。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，有时候太君子啊，会挨饿的，知道吗？老大，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？没有，我这是撑的，我刚才吃特别多。给你吧。我不用，我平时吃的比你多，这肉都藏着呢，现在可挺饿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拿着。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，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呢。虽然这只是一碗粥，那也得一人一半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尽快回京城。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一天，百姓们就得多受一天的苦。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，就算走一天100里，也得走10多天呢。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。雇马车啊，我问过行情了，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，你有吗？哎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。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？老大，要不然你把那……公子，少一点吧，我真的没有了。没吃饭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给我一点吧。好吃没有？老大，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。等我回了京城以后，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。不行不行啊，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。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，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，他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，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。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，文武双全，什么都会，对不对？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？老大，你的耳环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，你的金镯子不能当，耳环可以吧？耳环是可以啊，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，只能卖10几个铜板。10几个铜板就够了，走。哎，不妥不妥啊！我认为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妥。明明耳环换来的铜板可以买2个烧饼吃，你非得买这些笔墨纸砚干什么？我卖了字儿以后，你还吃烧饼啊？我给你买10只烤鸭，让你边坐着马车边吃着烤鸭回京城。吹吧吹吧，反正大清吹牛不上税。老大，你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我自幼好学工书，不到10岁的时候啊，这朝中诸位大臣啊，对我的字儿那是争相收藏。民间更是一字难求啊。如今我沦落在此啊，拿自己的字儿换一点盘缠，不管是谁买了，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。是啊，你最棒，你最厉害，你是皇上，你说了算。发钱了！哎，来客了，来领钱了！你看看，我就说了吧，我字儿有人喜欢。发钱了！发钱了啊！都有啊，排好队，几页都有。你的，看到了吧？你的字在他们眼里还没个铜板实惠呢。哟，这幅字笔画圆润柔美，清丽潇洒，颇有明代董其昌的风范呢。在世道好的时候，应该能卖几两银子。你居然能从我的字里边看出董其昌的风范，看来你对书法颇有研究啊。不瞒2位，在下萧凤生是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山西第1大才子萧凤生是吧？惭愧惭愧啊！哎，你是否画过一幅古道西风图啊？有啊，不过我当时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。听说此画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，
皇上爱不释手。怎么，你见过此花？啊，那倒没有。我有一个乡亲啊，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朝中做官，然后我听过这个事儿而已。哦，哎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，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？世道不堪，灾荒之年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什么闲钱买我的劳师字画呢？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，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怪不得先生能画出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。这位兄台倒是萧某的知音呐。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，这枚铜钱我就赠与兄台，好歹也能买碗薄粥。告辞了。哎，龙小弟，现在总算知道了吧？大臣们啊，觉得你的字值钱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字写的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是皇上，天子墨宝谁不想要啊？那些富商要是知道你是皇上的话，倾家荡产也会买你的字的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这趟微服私访，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在宫里边读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要多。响鼓不用重锤，那我就不多言了。哎呀，不过我要开始准备去给你赚路费了。我都赚不到。